係咁嘅，我有個女朋友大我4年，佢份人呢其實都幾溫柔，佢仲會定期整嘢食俾我，但我費事佢麻煩，所以成日叫佢唔使再整俾我。佢都算係一個幾好嘅老婆，因為佢唔會要求我送任何嘢俾佢，佢都唔似一啲港女追求牌子嘢，佢日日都會秒回我，每次都會講好多嘢嚟關心我。但其實我係比較少嘢講，佢咁樣嗶哩吧啦，其實我有時覺得有啲煩。我哋拍咗2年拖，當中都少不了性啦，梗係。我哋幾個月先會發生一次性關係，近呢幾個月我哋都冇做。其實佢第一次就俾咗我都唔知講乜好。佢都算係人底，有時都會同我傾下啲鹹濕話題，但又怕怕醜醜咁。雖然佢係好多優點啊，又識煮嘢食，又慳家，又會做家務，又唔會要求我送嘢，食嘢又唔會要求高級餐廳，又會定期送驚喜小禮物俾我，生得又可愛又有身材。但係佢啲脾氣唔係咁好，喐啲就發脾氣，唔理佢半日就嬲，喺街度講錯嘢唔氹佢又嬲，鬧下佢又嬲，打機打一日又嬲。大佬，我都要有私人空間㗎。打機認唔到人好正常啫，但佢又會嬲我一陣，但一陣之後又會同我講返 sorry。其實佢想點啫？有時真係想鬧餐佢。女人心真係好差難捉摸，但佢第一次俾咗我，佢當正我係一生一世咁。我又覺得如果嘈交之後又要求要性，又好似用下半身諗嘢咁，又覺得講分手又會對佢唔住，因為佢除咗脾氣差少少都好好。其實我而家就覺得好煩，有冇人可以解救下我？你哋又點樣睇姊弟戀呢樣嘢？係咪真係3年一個 gap？我要唔要揾個細過我嘅襯返我？我等佢揾個更好的。離婚1，我同女友非同居；2，女友23，我19；3，sorry for 1999。完。